轉頭港男主場有鄭錦興過你兩招，想打波瀟灑，千祈唔好錯過啦！喺香港籃壇咧，除咗甲一之外咧，學界同樣都係受歡迎嘅。歷年來都出現過好多宿敵嘅對決。咁之前就同大家介紹過打過拔萃嘅羅意廷啦。今集就同大家講下佢學界時期嘅死對頭啊，英華嘅鄭錦興。一講起鄭錦興，我第一時間會諗起佢嘅綽號學界流川楓啊！嗱，兄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呢個名係點樣嚟咧？同埋你自己中唔中意呢個名？咁呢個名就係我嗰陣時代表香港打亞洲 3on3 啦。咁就嗰陣時去咗上海打比賽嘅。咁嗰陣時嗰個傳媒啊，當地傳媒就覺得我喺外形啦，同埋個球風上面好似，咁就起咗呢個流川楓呢個名俾我啦，咁我個人覺得咧，喺呢個名係好得意嘅，同埋我都好中意呢個角色。打咗福建咁多年啦，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你由一加盟到而家咧，嗰個球隊變化係點啊？咁可以分開3個階段去分析下啦。咁第一個階段就係我同阿蔡芳如啊、華哥啊、李慧倫呢啲嗰陣時嘅福建就係爭標分子嚟嘅，贏咗好多次嘅銀牌冠軍啦。咁聯賽咧都係可以擦身而過嘅啫。咁第二個階段就係我同阿倫啦。咁嗰個時候就係慢慢我成長嗰陣時啦。咁我多咗好多時間，我亦都打好咗好多咯。咁嗰陣時仲係阿康同阿子麗嗰陣時咧，仲係跟操嘅。咁去到第3個階段就變相佢做咗我嘅角色啦，咁就我係老大哥，咁變相阿子麗同阿康就係佢哋成長嘅階段咯。阿興，你嘅籃球生涯嘅目標又係乜嘢啊？目標細個嗰陣時咧，我係想即係裝備好自己啦，喺香港嘗試下打好啲，然之後可能好似阿挺咁可以衝出去打個 CBA 或者台灣啲 League 嗰啲咁咯。咁當然而家係唔成功啦，咁我都可惜嘅，但係我而家嘅目標就可能打得幾耐得幾耐啦，繼續打好啲，然之後可能之後都投身翻可能做教練啊，或者搞下啲籃球活動嘅 event 上邊咯。好，希望你繼續打好波俾球迷睇啦。好，冇問題。作為小前鋒咧，通常各方面嘅技術咧都比較平均嘅。至於作為學界嘅流川楓啦，咁啊肯定又射得又鏟得啦。嗱，點樣可以好好發揮呢兩方面嘅技術咧？等阿興過你兩招啦。大家好，今日同大家介紹下三貼勢同埋探步嘅。首先三貼勢係一個接波要做準備動作嘅一個基本入門動作啦。咁首先你跳停。然之後，無論你隻眼、手同埋腳咧，喺邊個位置接到個波咧，你都要望框嘅。點解要雙腳跳停嘅原因就係你可以選擇左邊或者右邊做你嘅重心腳啦。當你一接波之後啦，咁如果防守球員唔埋嚟，或者你係自己有利嘅位置，你可以選擇起手啦。或者如果你射唔到，你可以選擇做一啲假動作去逼佢，然之後鏟籃突破分球啦。或者如果你嘅隊友可以有一個好靚嘅空位出嚟啦，咁你可以傳一球波俾佢咯。咁為之呢個係有3種動作、3個威脅，所以稱之為三貼勢啦。如果你做咗個三貼勢之後啦，你射唔到個波，咁你就要做一個探步嘅。咁你探步可以分左邊啦、中間或者係右邊嘅，視乎防守者個位置點樣，你做出相應嘅動作去做咯。如果你探左邊，而防守者向左移咧，咁你可以選擇去另一邊過佢嘅。咁你褪中間啦，佢向後移咗咧，咁你可以選擇向後射一球3分或者2分都得。咁如果你 drop 咗去右邊啦，防守球員去咗右邊啦，咁你就可以選擇去另外一邊過去咯。當你嘅左腳做重心腳啦，咁你右腳咧就可以做探步。咁你右腳做重心腳就左腳可以探步啦。但係兩邊都有好處嘅，但係當然啦，你兩邊都要識啦，因為咧你防守難啲去捉摸你嘅腳步。有研究指出，一個籃球員每場比賽要跑4.5至到7.5公里，做出1000個唔同嘅動作，包括45次嘅跳躍，而心跳率每分鐘最高介乎188至到195下。咁高強度嘅運動，梗係要裝備輔助啦。嗱，裝備對於一個運動項目嚟講係非常之重要，除咗可以提升運動員嘅場上表現之外咧，最重要係有保護嘅作用。嗱，今次咧就揾嚟香港版嘅浪花兄弟張偉康啦，同埋劉子麗，同大家講下佢哋自己喺裝備上嘅喜好。
籃球雖然用手打，但其實 footwork 一樣係咁重要，所以球鞋絕對係生產商最主要研發嘅項目。比起以前呢，而家一對球鞋加入咗好多新科技配合球員啦。因為自己始終本身係一個外線嘅球員啦，咁低筒同埋輕呢個鞋咧就可以迎合到我打外線嘅球員嘅打法咯。而家嘅鞋咧，我都唔會太介意着高筒鞋嘅，因為而家高筒嘅鞋新科技咧會有一個叫無障礙嘅設計啦，會令到球員咧喺比賽啊，甚至係速度上、靈活上都唔會阻礙到球員嘅表現嘅。鞋底方面，因為打籃球都經常跳啊，咁落地換震同埋回彈嗰方面都要求都好高嘅。咁呢對鞋咧就可以提升到我呢一方面嘅要求啦。係啦，另外鞋面佢有個無縫嘅設計啦，令到可以腳掌咧都着得好舒服嘅。無論你係職業定係業餘都好，其餘保護裝備同樣係唔少得㗎。打波時都要記得佩戴適合嘅裝備，減低受傷嘅風險啊！記得而家咧，我會選擇啲緊身嘅衫褲啦，因為緊身衫褲咧喺你比賽或者練習之後咧，都會幫助到球員會盡快回復到狀態啦，同埋盡量會令到肌肉放鬆啲嘅，所以咧令到我哋盡快會投入到比賽或同埋訓練。咁護膝啦，咁可以保護我，如果同其他對手碰撞嘅時候減低個傷害。另外籃球都係一啲成日要跳嘅運動啦，咁落地方面都會危險嘅。咁我帶翻個護腳螺咧，就可以減低腳螺受傷嘅風險。另外咧，我會更加選擇一啲手袖啦，因為而家手袖咧正所謂輸人唔輸陣啦，所以我哋更加要注重喺球場外、球場內嘅裝飾。最後一輪嘅聯賽，飛鷹呢場贏波嘅話就會拎到聯賽季軍。至於南青得一場嘅聯賽勝仗，呢場佢哋係孤注一擲。飛鷹一直領先，但都拉唔開比分啊！唔知道南青嘅蔡再勤有冇學游水咧、非洲鼓、唱歌、朗誦等等。不過我淨係知道佢打籃球青出於藍，攻入個人甲一生涯新高嘅36分，一定係好開心。比賽去到最後幾秒啊，情況有啲似勇士對騎士嘅 Game 3，南青落後3分，吳松俊未能夠把握追平嘅機會，結果飛鷹83-80險勝，飛鷹晉身季後賽，而南青就要打名次賽。接住就係大戰南華對永倫。香港籃球聯賽同樣有黃皮膚、白皮膚、黑皮膚，計我話唔需要理會呢啲稱呼，打出真功夫，觀眾一樣為你歡呼。本地球迷咧聲勢相當浩蕩，全場係爆滿，一開波羅爾廷入完3分就到余李陽啊！今場永倫係full team上陣，但係南華呢邊專門守泰拿嘅李健王因傷缺陣。永倫呢邊走快攻，潘志豪諗住輕輕鬆鬆唔入，好在有周盈堅補籃成功，6-5。一開局咧就唔知南華呢邊咧有部署過，定係咁啱空晒啊！係咁以3分結束攻勢，羅爾廷又入3分啊！12分波入面咧全部都係3分波嚟噶。之後呢球咧，余李陽用咗港南主場第3集教嘅運球後轉身呢招 work 啊！再急停嘅3分準到呢位球迷啊都忍唔住大嗌。第一節完，南華20-12領先。今場余李陽好早就入局啦，入埋呢球拆里屋已經係拎咗13分啊！永倫今場波咧手風唔係咁順啊，泰拿唯有硬闖嘅。24秒鐘就響咗，泰拿唔中框，但係球證就吹咗羅爾廷同埋泰拿雙方犯規。羅爾廷就好怒躁啊，仲俾球證吹咗 T foul。但先唔講呢球咧係咪雙方犯規，泰拿上籃唔中框咧，而24秒鐘一早響咗，照計係24秒違例在先。所以南華班主紅油亦都怒氣埋啦。唔知係咪因為球迷打氣聲太大，球證聽唔到響鐘。羅爾廷第2節已經係4犯，南華就換入喺香港出世，2歲就去咗加拿大讀書嘅10號新人鄭浩恒啊，臨危受命都冇有怕，空晒3分搞掂。南華半場領先39-23。第3節永倫嘅主力球員仍然係揾唔到自己嘅進攻節奏，反觀南華無論正選定係後備都發揮出水準。銀牌是南華贏波嘅關鍵就係有奇兵，而今場就係鄭浩恒博完 N1 仲助攻埋俾另一個奇兵林海光射入3分啊！值得一提嘅係今場永倫有徐遠成加盟嘅，但係佢未見有突出嘅表現啊！而永倫突然就好似變咗一人球隊咁啊！泰拿搏到 N1， 但仍然係落後23分嘅。最後一節永倫防守失誤頻頻嘅，3號騎兵梁少華擋完 roll in 嘅時候空晒啦。
咁之後呢，就嚟個 backdoor cut in。今場佢持續發揮出色嘅表現，攻入13分啊！咁結果南華有5位球員得分雙位數之下，以80比64擊敗永倫，最後由老將李家耀接過聯賽冠軍獎座。其實我哋賽前就好多課之前已經開始部署點樣對永倫嘅每一個進攻啊或者防守，咁所以變咗我哋做到嗰個效果就有把握咯。我哋有個 expecter 就係我哋新嘅球員 Billy 啦，咁睇佢嘅打法，我諗永倫對我哋嗰個打法未掌握得到，而佢又有嗰個效率喺度，所以喺嗰段時間有少少分差咯，可以。